成功是把願景化為每日的行動，願力有多大，世界就被改變多少。崇德人以忠義為核心，依循體制典章，培育人才，團結力量，拓展國際平台，讓修辦不僅是熱忱與奉獻的累積，更是永續傳承的神聖大工程。成功不是偶然，是一步一腳印的堅持。願力不是口號，而是一群人一起走過的路。2025年5月10日至19日，由黃理事長帶領一貫道全球總會暨台灣總會各組線代表前往美洲展開一場跨越萬里的感恩學習旅程。這不僅是一場道務發展的論壇，更是一段修辦心靈的真誠交匯與道情相繫的盛會。從台灣出發，橫跨太平洋，從洛杉磯、華府、紐約等地，從美西到美東，參訪各組線佛堂，更感受到在這片文化多元、思潮奔放的土地上，白羊修士在海外弘道的不易。大家更團結合作，共成共榮，為的就是讓聖道的光在每一個地方綻放光芒。所有的成就皆來自一點一滴的願與行。感恩學習之旅，每一步都走得踏實堅定，每一站皆以願力播下希望的種子，讓聖道的光芒在這片土地發芽生根茁壯。以願行為啟程，感恩珍惜，在修辦佳期的盛會中攜手前行，共同書寫白羊時代輝煌的新篇章。白羊應運新思維，國際延伸創新局。2025年一貫道東協10國總會理事長高峰論壇於8月12日加吉隆坡捷尼飯店舉行，來自各國嘉賓與會500多人共聚一堂。8點30分，各國代表於大廳前集合，依序進場，接待人員身着馬來西亞國服，熱情引導一場跨越國界的盛會。每一個人都是信念與使命的承擔，超視大道，邁向全球的壯闊願景，開啟共創未來的新動能。各組代表深入探討，內容涵蓋數位化整合、慈善行動網絡、人才培育制度、年度活動規劃以及在地化與國際化的整合發展。論壇活動圓滿落幕，未來在永續道傳的願景，揚帆啟航，再創輝煌。到全世界樂動人心。一貫道國際音樂會於馬來西亞 Auditorium Champagasari 隆重舉行，開場由230位學界以手語帶動唱揭幕，展現馬來西亞文化的絢麗風采。崇德合唱團以純正歌聲詮釋生命的真諦，祈願道心精進不已，道光照耀寰宇，薪火相傳國際延伸，共創造全世界新格局。真正的強者是能長期付出的人，真正的成功是讓更多人一起站起來。11月30日，台中道場年度同心同德感恩大會，賈中興大學衛宣堂隆重舉行。
適逢白楊祖師傳道120週年，師尊師母傳道95週年，全體同心感恩祖師奉天承運，前人披荊斬棘，路南裏的開創精神，奠定崇德豐源大道場的穩固根基，使後學得以在此安身立命，學修廣辦，共同見證崇德輝煌時代的歷史座標。感恩大會，大會以體制修辦為主軸，落實研究班員的實務培養，擴大付出與服務平台，推動承治班潛力人才成長，使承擔不再是少數人的燃燒，而是整體團隊的同步前行，使道務的發展成為世代接力的集體工程。各區節目緊扣彌勒家園、萬家生佛的願景，透過10組運作的共同推進，讓願力化為行動，讓熱忱轉為永續動能，為崇德在菩薩時代的長遠發展奠定堅實而光明的基石，讓崇德道場在傳承與創新中邁向新的里程碑。2025年12月7日，雲林道場舉辦70週年感恩大會，6000多位法一組及崇德9大道場代表，國外道親懷着喜悅的心走進歡迎的隊伍，以一份祝福的心情來到會場，歡欣道喜，彼此打氣，彷彿一家人溫馨喜團圓，感恩之情溢於言表。雲林道場3屆共同迎賓，社會界善歌隊以整齊劃一的動作展現一道同風的精神，學界與青少年界共同帶來活潑的歌舞迎賓，呈現傳承的希望。相信也是全縣同慶，會無數的大仙來講慶賀今天雲林70周年的感恩大會，這正印證了我們大道的師聖修道不白修最好的見證。把感恩放在心裏，路就會越走越亮；把感恩轉為行動，就是最好的報答。雲林70再創新局，從一盞心燈到今日萬眾同心，是崇德在台灣土地深耕茁壯的見證，更在菩薩時代引領下，吹響道務啟動的號角，開啟嶄新篇章。非常感謝我們9大道場，還有其他花藝組的15個單位都來參與，我們非常的感謝。我們希望各位前賢多多來鼓勵支持雲林道場再成長再進步。謝謝大家今天的光臨，謝謝大家。感謝聖帝菩薩與前賢們的犧牲奉獻，更感謝所有貴賓蒞臨指導，所有的感恩化為無限的祝福，祝法一組宏圖大展，法一崇德，道務紅展人才仔仔。白楊三聖一脈傳，總會祖線續傳揚。2025年12月14日，一貫道總會賈林口體育館盛大舉辦白楊祖師傳道120週年感恩紀念大會，現場與會全球視訊超過10萬人，感恩祖師救世宏願，海內外眾志成城，誓願大道在人間傳揚，續寫永恆篇章。感恩大會是人才教育成果與服務實踐
在數位虛擬交錯的時代，更需要真實的溫度與人民的滋養。而宗教責任引導人們啟發良知，讓科技文明有方向，讓信仰成為時代的光。法一崇德聖歌隊與弦樂團聯袂獻唱，歌聲與樂音交織，唱出感恩與願力，展現一貫道與時俱進的風采，為盛會揭開溫暖莊嚴的序章。全球視訊互動是本次大會的重要亮點，透過科技串聯各國分會參與盛會，凝聚全球收辦的力量，讓白洋聖業的光芒延伸至世界各地。泰國曼谷、清邁地區4個地方跟大家問好。東北部的科納請揮手，北柳再跑出來，北柳。華興辦事處全馬都有我們的道場。一貫道前線，弘揚大道，無緣佛界，四海一家，道握紅展。馬來西亞阿羅斯達發生在哪裏？新加坡2個地方。代表處向全球同修問好。印尼雅加達，來給印尼的棉蘭，還有巨港、南港揮手問個好。新開放的地方，我們在永珍的寮國有5間大廟，今天在現場的越南道親也起立我們大家揮個手問個好。一貫道菲律賓我們可以看到一樣是道紅展，道親非常多，我們可以看到柬埔寨文萊叫做彌勒佛國。好，澳門，我們來到了澳門了給尼泊爾拍手，加德滿都、沙賴。日本最不好辦，卻能夠把它辦開來，我們為日本加油！雪梨、墨爾本、布里斯本，每個地方人才濟濟。紐西蘭、美國洛杉磯，揮手舊金山舊金山，美國爾灣愛爾灣加拿大溫哥華揮個手，好。墨西哥，哇，真的墨西哥，還巴西總會，巴西、巴拉圭、秘魯、玻利維亞，現在英國倫敦、蘇格蘭、伯明翰，英國、法國、德國，這是德國，這是德國，巴塞隆納，還有馬德里。안녕하세요，卡架，韓國，南非也出來了，還有利馬索。紐約的部分來自於北卡羅蘭、波士頓、芝加哥，這就是今天我們可以看到的全球，我們大家共同做的簡報。崇德學界1000位青年以共建尼勒園成就自己，2首帶動唱揭開序幕，青春洋溢步伐整齊，舞出希望，唱響白洋時代的光與愛。120年來，一貫道道親受到了很多打壓、挫折與誤解，但是所有先聖道親依然堅持不懈，持續度化無數迷茫的人的心靈。一貫道在台灣也好，在世界各地也好，我常講這是天命的加被。沒有18代祖的天命，沒有各位前輩的犧牲奉獻，不可能有今天我們繼續傳承永續，保護我們自己，也保護我們的道場。感恩大會，主獻同力，上下一心，就是誠於心而行於外的展現。也唯有活出開心的生命，永擔慧命的傳承。讓祖師的智慧與慈悲照亮人間，讓祖師的心願與大道圓滿實現。法一崇德桃園道場與台北板橋區的兒童感恩頌演出，童聲清亮純真，融合舞蹈與行動劇，展現品格教育與信仰傳承的力量，點亮白洋希望。法一崇德高雄與台南道場250人的斯朗讚頌，
以詩歌與舞蹈展現祖師宏願，前人輩無私的開創精神，傳遞真修真辦的願行，讓聖業永續再創新局。所以今天有来的，您代表着一贯道主线的代表，也代表着今天节目的盛况。我们再一次给所有演出人员掌声拍手一次。也感谢总会的策划，总会的安排，才有这份的凝聚，这是前所未有。但是，也就是为了开创未来，才有这样的一个举办。这样的举办的结果，不是活动的过程，而是真正道弘万国九州、天人合一、神人共办的一个最好基础。我们大家各主线共好，大家道弘展，身体健康。所以再说一次，我们要回去互相说点多少的赞，100万个赞。大會圓滿結束。將感恩化為行動，讓祝福成為美善的循環。白楊祖師傳道120週年感恩紀念大會，是感恩回顧，更是凝聚共識與承擔。願聖光照耀寰宇，讓修辦的力量跨越國界，讓和平與希望在世界綻放。法一團結聖業新傳，榮耀白楊續創輝煌。2025年12月28日，白水聖帝禮堂落成 ，K 白楊三聖傳道120週年感恩大會隆重舉行，2000餘位嘉賓共襄盛舉。12月26日舉行謝土典禮，各單位代表以至誠獻禮。感恩施工期間平安順遂，祈願土地神子繼續護佑，一切圓滿福澤到場。12月27日，法一組舉辦一貫道崇德學院研究成果發表會，呈現近年在教學與學術研究上的深耕成果。師生們以嚴謹與熱誠的精神，將修辦經驗轉化為可傳承、可累積的知識體系，在研究與教學中穩定延續，更是建立一貫道學術自信與文化主體性的關鍵一步。淮水聖地大禮堂的落成正好是應時應機，禮堂可容納2000人，融合道與建築的藝術之美。12月28日，白水大禮堂隆重落成啟用，法一組舉辦法一團結聖業新傳，榮耀白楊續創輝煌盛典。今天2個影片見證天命的可畏，沒有天命不要談傳承，沒有天命不要談發展。你看我們今天的發一的單位，承繼着上天老母的交代，由我們韓老帶領的發一作為我們今天的什麼領導。对，我们今天在这里不只是庆祝，更重要的，我们是身担着一份神圣的使命，也可以说是一份沉重的责任，祭拜开来，承先启后，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责任。祝福道长的慧命永昌，永续长存，发一单位的事业更添辉煌。敬祝各属县道务宏展，诸位前贤盛環如意，謝謝。各單位節目精鋭盡出人才仔仔，以聖歌舞蹈、戲劇與影像展演，展現深厚的人才培育能量，更是法一組共同願行的歷史性跨越。感恩祖師奉天承運，老前人來台開創的無上恩德，
共為法一團結互助，共創白羊榮耀篇章。給演出人也再拍個手，謝謝他們。熱烈掌聲！現在我們以熱烈掌聲為我們法醫組共同創造未來的新世紀的開始，在18代子奉天承運當中，也留下了一個歷史永遠的見證。最後在全體演出人員謝幕中，互道珍重，大家無限感動，感恩報恩再出發，立忠義之精神，成祖師之宏願，法一團結勝業續，榮耀白羊創新局。